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2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8篇，民数记27章12节到23节，使徒行传第9章26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教会被建立。虽然说保罗是外邦福音的使徒，但是教会体制的建立却又是保罗对教会的另外一个贡献。保罗他不但是宣教、设立教会、建立教会制度，他更到处去建立教会。这是从他一开始受呼召传福音的时候就开始的工作。根据圣经的历史，人们无论是选民以色列，或是刚刚接触救恩福音的人，总是会经常遇到困境及苦难。我们的信心都需要时常被建立坚固。即使是上帝的仆人如摩西一样，也会经常遇到软弱。昨天的经文我们读到了亚伦的死跟他得罪上帝的事情。那今天的经文，上帝就告诉摩西将要步上与亚伦同一条路，因为他们都曾经软弱得罪了上帝。民数记27章12节到23节这样记载，上主对摩西说，你要上亚巴琳山，遥望我要赐给你以色列的土地你看过以后就要离开人世，像你的哥哥亚伦一样，因为你们两人在寻的旷野违背了我的命令。当全体会众在米利巴埋怨我的时候，你没有在他的面前承认我神圣的能力。米利巴是寻旷野的加底斯水泉。摩西祷告说，主上帝啊，你是一切生命的源头，求你指派一个人做全会众的领袖，能够率领他们去作战，好使你的子民不致像没有牧人的羊群。上主对摩西说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个有才能的人，你要按手在他的手上，你要叫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与全体会众的面前，当着他们在那里宣告他是你的继承人。你要把你的权力分给他，使以色列会众顺服他。他要听从祭司以利亚撒的话，以利亚撒要用乌灵来测知我的旨意，这样以利亚撒将指导的约书亚和以色列全体会众的一切行动。摩西遵照了上主命令做了，他叫约书亚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的面前，照着上主的命令，按手在约书亚头上，宣告他是自己的继承人。新约使徒行传第9章26节到31节，我们也继续的看到当时还被称为扫罗的保罗，他初次的回到耶路撒冷去传福音，大家都非常害怕他，因为他曾经是那一个迫害教会与基督徒的人，如今他却以传扬复活的基督出现在基督徒以及门徒的面前，当然大家都怕他，但是保罗却奋勇积极的传扬复活的基督，并且成为非常强而有力的坚定教会的使徒。经文这样记载，
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要跟门徒来往，可是他们不相信他是门徒，大家都怕他。只有巴拿巴来协助他，带他去见使徒，向他们解释扫罗怎样在路上遇见了主，主怎样向他说话。他又告诉他们保罗怎样勇敢地在大马士革奉耶稣的名讲道。于是扫罗和使徒出入来往，在耶路撒冷奉主的名大胆传道。他也跟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解辩论，他们想杀他。信徒们知道了这件事，就把他带到该撒利亚，送他去大数。当时候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地的教会有了一段平安的时期，教会在敬畏主，在圣灵的扶助的底下建立了起来，人数日日增加。保罗的服事就如同基督的使徒们的服事一样，都是因为圣灵的同在而被坚立，靠着圣灵的力量，顺着圣灵的引导。诗篇138篇。上主啊，我一心感谢你，我在诸神面前歌颂你，我面向你的圣所下拜，我颂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信实，有不变的爱，你显明了你的名和应许超越一切。我求告的时候，你回答我，你用你的力量鼓励我。上主啊，地上的君王都要颂赞你，因为他们听见了你的应许，他们要歌颂你的作为，颂赞你的大荣耀。上主至尊无上，但他看顾卑微的人，狂傲的人无法在他的面前藏匿。我被患难围困，你却保守我安全。你击打狂怒的仇敌，用你的力量救了我。你必定成全你对我的应许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求你完成你亲手开始的工作。恳求上帝让我们成为忠心的仆人，使我们能够被坚立，也能够坚立他人以及我们所服侍的教会。恳求主的圣灵同在，与我们同行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